8月要举办核三厂停放的公投，全国废核行动平台今仔是请地质专家来评估安全的问题。有学者指出讲，恒春核三厂有活动长站通过，是一个真少年的地质哦。甲迄一厂、甲迄二厂比起来，是一个愈危险的核电厂。台电嘛表示讲，伫公投进前哦，因至少会来开5场公开的说明会，互民众有法度来做出判断。核三厂今年5月2日，台湾正式进入废核加园。不过，看到8月就要举行核3重启的公投，全国废核行动平台是找国内有名的地质学家，伫个公投举行进前，甲民众说明核3厂地动的风险。全世界没有一个核电厂，它有活动断层通过，它的岩盘有这么年轻的岩盘，而且是活动的岩盘，所以它的安全性是非常堪忧的，就是了哈。如果用台湾来讲，相较于核1、核2来讲，它更危险的一个核电厂。地质调查跟完整的这个耐震评估一定要落实到这个补强的工作。可以预期的是，这个补强的工作一定是在微主体里面高辐射量的区域里面进行，那衍生的这个时间跟费用一定是相当庞大，不排除会比新建的核电厂还来得贵。学者指出，恒春断层线直接是弄过核3厂的厂区，离关键的核岛区干那1公里。另外，伫挖核岛区的岩盘是有断层间的大含绕凹的构造，等于核3厂是伫一个构造真活泼、地质条件无稳定的区域，会当看出核3厂的选址是有真高度的地质风险。另外一个学者是提醒讲，核3厂都要全面检视结构的安全性，评估伫地动的强度之下，设施失效还是灾害的几率，上尾才决定讲，要进行补强还是其他应用的措施。3大共识就是安全就是最重要，那核废料怎么处理，还有就是大家社会的共识是如何。执法如果定出来之后，那需要台电去检查的项目，那台电才能够去做进一步的去评估。台电表示讲，核3厂未来若要重启，必须要考虑到安全性这个原则。不过，伫个核3重启公投投票进前，对8月初7开始，会先举办5场的发表会，还是辩论会，互民众更加了解核3重启的正反方的意见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